一般用 A3 列印文件嘅情況下，商用打印機無法列印到紙張嘅最邊緣，而 SRA3 則提供咗啲邊緣空間，裁切之後就能得到滿版 A3 列印嘅成品，避免咗使用標準 A3 紙嘅時候可能出現嘅白邊。留意 SRA3 紙可以用喺指定嘅 A3 紙盒上，以下示範於紙盒2上設置。首先拉開目標紙盒，調節用嘅輔助零件位於紙盒嘅左後方。輔助零件可以調節3種唔同嘅尺寸，要更改尺寸需要先將佢整個拔起，然後將佢安插到畫面中嘅位置上。再嚟調整長度同寬度導板，用嚟對齊紙張。最後放入 SRA3 紙並關上紙盒。